正因为受到低压带影响南部地区是闪大水雨，各地嘛出现灾情。气象局表示讲，今仔日低压带已经减弱了，各地天气恢复稳定。也毋过山区嘛是要注意过道的闪雷公雨。未来一礼拜嘛是差不多的情况。南部地区昨闪大雨，云林、嘉义、台南侪所在出现淹水、水泵山等等的灾情。我快紧到啊，到遐我水门紧流落来。嘉义昨第3点钟内累积雨量有到249毫米，台南地区24点钟的雨量也有到342毫米。中央气象局表示，主要是受到低压带影响，对流较旺，才会伫短时间内落这么大的晴空雨。主要在嘉义、台南一带是有个低压在这附近因此它的对流云系在低压影响的情况是比较旺盛的。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低压附近就比较容易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影响台湾的低压云系今仔日已经减弱，所以今仔早起各地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但是各地山区过道会落雷公雨，尤其是花莲、台东和中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因为拜1到拜5，大部分地区天气算稳定，但是过道开向雷公雨，尤其是南部山区雨会较大。其实从周1到周5呢，大部分都是午后雷阵雨影响的天气为主。周2、周3的时候，其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还是会让南部地区、南部近山区有一些较大的雨势出现。那到了周4、周5的时候，午后雷阵雨会相对的缓一点。不过，其实我们台湾东边呢，还是有一些水汽在逼近，所以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在周4、周5的时候，不定时还有一些零星降雨的趋势。另外，气象局嘛讲，到8个礼拜，因为透南风会带水汽入来各地落雨，民众出门要是会记得早雨满雨伞。虽然目前咱附近也无热带系统发展的情形，不过气象局提醒秋天要是有可能有风台，还可继续观察未来气象发展。记者卢尚如、林旭凯台北报道。